香花幾度夕陽紅，港岸繁影跌迷蹤。大千尋夢誰醒覺？學宮自有鳳跨龍。這首詩是一首藏頭詩，每句的第一個字組合起來正是香港大學。整首詩透過香港的地理景觀與歷史意象，寄託了對時代轉變的感嘆，並點出大學教育承載住啟迪文字、孕育英才的崇高使命。香花幾度夕陽紅，開首以香字點出香港。夕陽紅像指歷史的更迭、歲月的流逝與一個時代的落寞，暗示香港經歷了無數次歷史風浪與繁華變遷。港岸繁影跌迷蹤，港字描繪香港作為貿易港口的昔日與現代繁華，繁影重疊，蹤跡迷離，隱喻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或時代洪流中，人們容易迷失方向，找不到未來的出路。大千尋夢誰醒覺？大字引出對世人盲目逐流、靈魂沉睡的憂慮，這是一個靈魂之問。面對變局與迷惘，社會急需能夠看清現實、引領潮流的覺醒者。學宮自有鳳跨龍，學字結尾，也是全詩的落腳點。學宮指香港大學，鳳與龍皆為古代神獸，鳳跨龍比喻超越常人、出類拔萃的領袖級人才。此句回應了上一句的提問。在眾人沉睡時，香港大學正是那個培養清醒者、先驅者與社會棟樑的搖籃。總結這首詩結構精巧，前半段寫景與情、夕陽、繁影、尋夢，流露出對時代變遷的滄桑感與對世人迷茫的關懷；後半段寫志與願、學宮、鳳龍，將希望寄託於教育。他讚美了香港大學作為最高學府，在時代洪流中肩負住開啟文字、培育治國、引領人才的歷史重任。